華強北呢個地方一個月也一定要嚟一次啊！你在這邊講，我在這邊講。好的，歡迎的。現在我們用這個1+2的無線連接麥來在現場給大家來介紹一下華強北電子世界2店的這個情況啊！大家如果說有數碼產品的這個需求，都可以到我們現場來看一下啦。啊！哇！呢個咪咧好強啊！我依家咧試緊，其實咧我自己咧需要買一啲影音嘅設備啊，尤其是咧錄音咪啊。今日咧我嚟到華強北咧，嗱就唔係廣告嚟嘅，因為我真係自己買嘢。咁呢度個錄音咪咧點解好咧？大家去旅行嗰陣時會唔會拍啲短視頻啊？有時咧淨係睇風景係唔夠噶嘛，咁啊有對話啦。嗱，我呢個咧呢個咪啦，其實係一 set 嘅喎，點樣 set 咧？這個降噪模式，這個降噪模式要打開。嗱，係兩個嘅。降噪模式。我呢個就係即係呢個去除咗後邊嗰啲雜音嘅，一定要打開。但係頭先剛剛我們錄的這一陣沒打開的喎，都已經很厲害了喎。所以現在再打開，我們再開一下好嗎？啱啱大家聽到嗰段咧，仲係未開嗰個乾噪音嘅模式㗎，但係咧依家開咗啦，又試下先。嗱，阿小哥哥咧，大家睇下先，小哥哥去到好遠啊，呢個啊。好的，歡迎大家，這裡是愛肯的深圳官方體驗的中心啊，然後歡迎我們的客人來選我們的愛肯這款1+2的無線連接麥，它在現場這個降噪非常的強哈，大家可以試聽一下。現在我們的音樂聲音也很大，嘈雜聲也很大，但是它的收音啊依然是非常清晰的。來。嗱，又試下我呢一段啦。嗱，我咧就喺呢間鋪頭裏邊嘅，咁就開咗抗噪音啦。嗱，如果你大家出去旅遊咧，大家一齊拍視頻，個 friend 咧就喺9里遠咁樣，究竟大家錄唔錄到啊？都聽唔到佢講咩？其實頭先大家都睇到啦，小哥哥行咗去好遠㗎，咁啊抗噪音咧係好清楚。小哥哥咧就同我講咧，去呢度咧有一個自動嘅充電。用叉咗一次咧，基本上咧就可以用到成8-9個鐘頭。價錢係幾多錢咧？幾錢啊？我真係買噶嘛。這個要賣到249塊錢。啊，現時依家個價錢咧，我就會買嘅249。仲有咧嚟到華強北咧，其實好多嘢玩㗎。點樣玩法咧？嗱，平時咧大家有冇去卡拉 OK 啊？唱卡拉 OK 啊？喺屋企咧唱日短咧咁啊，中年好聲音啊，要練歌㗎。依家咧就係試音響啊。點解要帶呢個咧？咪好多歌星要帶個耳塞嘅。我而家又試下做歌星先。哇！我未錄之前咧，小哥哥咧幫我去控制一下。嗱，呢間喺邊度咧？呢間其實喺華強北電子世界，叫做 Icon。頭先我買嗰個錄音器咧，就係呢個牌子。小哥哥幫我搞下先。已在想年月滿天邊，星數仍然聽見小提琴如泣似訴在跳動，為何只剩一彎月留在我的天空？這晚以後音訊隔絕，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擁有，奇聞觸過這遺留無可挽救，再分別為何只是生和填密我的空虛，這晚夜沒有吻別。啱啱試完咪，又去行另外一個商場睇下先。喺呢個商場叫萬克廣場，其實咧門面咧就係賣嗰啲食物批發㗎。原來佢擴大咗啊！入嚟睇下睇下，揾到呢間鋪頭，真係要同大家分享。啱啱咧就買咗呢個啦，大家睇到。我依家咧又去到另外一間店度喎，呢樣嘢咧我真係好想同大家分享啊！所以咧先嚟駁咗。嗱，佢自動駁咗嘅，咁啊去到邊度咧？去到華強北，俾大家睇下一樣。係咪以為我喺個眼鏡鋪度配眼鏡？
其實唔係噶，呢個咧係好特別嘅一個 AI 智能嚟㗎。智能咩咧就可以聽歌啦，用藍牙聽歌啦，可以去做咩咧？去拍照即係影相啊，同埋可以有攝錄功效喎。頭先咧老闆就介紹咗俾我啦，咁啊呢個牌子係咩牌子咧？其實我都唔識嘅，叫威撩，呢個牌子叫威撩，係內地嘅品牌，亦都喺呢間鋪頭度做專利。嗱，又重新再講啦，冇廣告成分㗎，因為咧我喺華強北睇嘢咧，我就想介紹一啲新嘢俾大家。呢個咧真係好新嘅，咁佢有唔同嘅品牌都係攝錄啦。咁啊呢個咧就比較特別嘅，呢個咧可以配鏡嘅喎，即係配你近視鏡咯。咁但係咧佢另外有一個咧仲過癮，但係咧我諗我就真係拍唔到佢點樣嘅功能咯，因為咧好似呢個鏡咁樣，大家睇唔睇到中間呢度咧有塊嘢嘅？大家見唔見到啊？佢個眼鏡入邊係咪有兩張紙啊？呢兩張紙咧其實就係個熒光幕嚟嘅喎，個熒光幕可以做咩？做翻譯即係例如你去到某啲地方啦。咁有人問你講英文你就即係唔識點樣用中文去翻譯嘅，佢全部都可以翻譯到㗎。呢個真係好正啊！翻譯機。而我帶呢個咧係一個拍攝啦，同埋影相啦，又可以做呢個聽歌啦。好多功能，有幾多功能咧我就唔盡講啦，但係我覺得好好玩咯。咁呢間公司咧就係一行下呢度。同老闆傾過偈，呢度咧係一間專利嘅，即係賣 AR、VR、MR 元宇宙嘅旗艦店嚟㗎。咁啊，大家有時間嚟華強北咧，一個禮拜就有唔同嘅新嘢㗎啦。呢個咧就出咗大概2-3個月時間。老細咧示範下俾我睇，佢話咧可以睇戲睇視頻，我又試下先。老細咧就幫我插咗線啦，咁我睇下係咩嚟先。因為話影入邊咧，我影唔到俾大家睇，但我要試一試。哇！勁喎，高清喎，個音響好好喎。好似喺個戲院裏邊咧，自己坐緊最尾嗰排啦，睇得好清楚。個音響好好添喎，真係唔簡單。即係有時咧喺屋企啦，咁有啲小朋友要做功課啊，你又開唔到個電視啊。我又想睇下啲視頻啊，或者睇戲咧，自己有自己享受 ，OK 喎，真係好正喎！大家真係要嚟試，你唔試咧，完全唔知道我依家講緊乜嘢。哇，好清楚喎！係啊，睇視頻哇，超級清楚喎！係啦，哇，真係好嘢嚟㗎，好嘢嚟㗎！呢個幾錢啊？呢個4200。哇！呢個咧就有啲貴，咁啊品牌嚟嘅，品牌嚟嘅，老細話 Rocky 呢個品牌嚟嘅，4200蚊，有啲貴，但係真係大家有平嘅，2600蚊咁樣。老細話咧有啲平啲嘅，咁但係咧點都好，呢個老細好好人，點好人咧？我坐喺度搭訕嘅啫，佢唔停俾我試，梗係啦，唔係賣廣告㗎。因為大家都千萬不要留言話我賣廣告，因為我只係想介紹一啲最新嘅產品咧，俾大家嚟華強北咧行下咧睇下咧都 OK， 試下另外一個先。遠遠咧我已經聽到少少聲，老細又俾我試下呢個，試下先。哇！差2000蚊，但係畫面一樣清晰。
音響都唔錯。因為我啲邊咧係一個商場嚟噶嘛，我商場梗係側邊嘈啦。但係依家哇都好清晰喎、問下個老細點解差2000蚊先？為何這個差2000塊錢啊？即係品牌，品牌一樣哦。这一样的，这是第二代，那个是第一代，升级版。那个价格下降了一些。第二，這個第一代，对，这第一代，這個第二代，這個比較新，对，這個比較舊，但是有什麼差距呢？微山，主要是它的主机，微山的这个哦，組機唔同，微山的呢個咧組機唔同，有分別，你看一看，我想买。有分別，但係有咩分別？我唔不是墨知，镜的吗？大家過嚟試，好好玩啊！呢度華強北真係好正。啊，咁大家得閒過嚟華強北行一圈，吃喝玩樂，買電子產品。仲未訂閱鐵索姑姑小姨媽頻道，請你支持訂閱、點讚、分享、留言。多謝收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